报道。来看台南市有3间派出所的所长，因为前一阵啊，佮一个有前科的查甫人强制检查牌影，而且嘛确实有超出毒品、下档这寡违禁品。不过即马伊嘛，互即个民众甲提告违法诉讼，检方嘛准备要来传唤这3个所长去调查。你说你爸爸来就让我们目视一下。你用这个，我大家黄律师啊，讲这是安怎用啊？因为伊要咱看这嘛，无哪人咱看。今年3月，台南警察局第4分局有一个所长伫路口，甲一个有前科的姓杨的查甫人抓落来。这个查甫人就打电话叫因老爸过来，嘛同意甲牌仔拍开，互警方搜查。然后就发现内底有注射筒。你看，还有注射针筒。这同伊的车，来，先生，我还没看完呐。没有，爸爸，你配合一下，如果他有违禁品的话，我们是要依法处理。你不要动他的东西哦。你要喂他吗？我不是喂他。那你不要拿走哦。我不会拿走，拿走做什么？查甫人的老爸甲牌仔提走，无愿意互警方继续抄，但是警方就惊讲犯罪的证据会互消灭，还是藏起来，随着叫其他的警察来到现场斗3工，尾仔嘛伫咧牌仔内底抄到毒品，安非他命，然后甲爸仔囝2个人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但是姓杨的查甫人嘛，甲3位所长提告，指控因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搜查规定。后经台南地方法院认为用法有错，予以撤销。地检署通知3位所长7月到地检署接受调查，是否涉及违法搜索。依法就是要使用搜索票，除非是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情形，例如实施具体逮捕被告、追捕现行犯，或者有事实足认他人正在犯罪而情况急迫，像这样子的情况可以不使用搜索票。警方表示，为着要加强治安，是非常积极的查毒品。因为公务人员因为公司判官司，嘛会根据辅助办法来提供法律协助和委任律师等等。警方讲，未来会继续改善执法的技巧，嘛会依法行政来维护警察的形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